馬蹄豬肉雲吞，屋企嘅冰櫃長期都有存貨，爽口彈牙，非常之好食。今日行超市睇到啲馬蹄好靚，就買啲返嚟包雲吞。將啲馬蹄批皮洗乾淨之後，將佢裝入去一個膠袋入邊。你亦都可以用絞肉器，因為我懶得洗，所以用個膠袋。之後我哋就攞條棍將佢揼碎，就好似當佢係仇人咁揼到佢粉身碎骨，順便發洩下我哋嘅情緒。揼到差唔多咁嘅狀態就可以將揼碎咗個馬蹄倒入去啲肉碎度，個膠袋就可以直接抌咗，咁就少洗一樣嘢啦。啲肉碎係已經調好味嘅，咁而家將佢哋撈均勻先。撈均勻之後，我哋加3茶匙粟米澱粉，將佢撈均勻之後，加埋啲芫茜落去。你亦都可以將佢改成白菜、西芹你中意食嘅蔬菜。將佢撈均勻之後，響表面噴啲油，冚住放入冷藏2個小時。我比較中意用呢個上海小雲吞皮，佢會滑啲，之後煮起身又冇咁容易爛。我唔知道我包雲吞嘅手法啱唔啱，就係放一塊雲吞皮響虎口，放少少餡，撳一下佢，捏一下就搞掂。最後仲剩翻啲餡，用晒所有雲吞皮，一共用咗個半鐘。個湯底我會用呢個，中文名叫咩我唔知，佢個味道有啲似公仔麵嘅湯包，我會用佢去代替鹽，放半茶匙就夠，少少蠔油，1茶匙豉油，少少糖，1茶匙麻油。煮熟啲雲吞之後，滗2殼煮雲吞嘅湯入去啲調味料度，之後撈埋啲雲吞落去。我預咗弟弟15粒，哥哥20粒，最後佢哋竟然每人食咗30粒。馬蹄豬肉雲吞真係好好味，爽口彈牙又鮮甜，你哋一定要試下。